非常時期用非常方法，好多有睇粵語片嘅觀眾咧都一定有聽過㗎啦。寒戰嘅續作《寒戰1994》就喺尋日公開咗一條咧15秒鐘嘅預告片，會輕輕咁樣見到咧吳彥祖咧就喺一個聚餐上面演講，但係未知佢咧係咪飾演李文斌。如果係嘅話咧，都應該捱得幾辛苦，因為連口音咧都變埋。之後咧就有啲反索咧，就應該係今集嘅主題啦。例如咧就係英國秘密情報局嘅徽號啦，黑社會咁樣。一九導演就九五年，講過咧，《寒戰一個非常1994》時期同嘅外地，1995嘅構皇思點咧，家香港警察就成功喺呢個打敗一個黑《寒戰一》嘅一社會團伙。句對白裏當年邊。奧記本究竟1994同就被人1995搏唔搏得翻去《寒戰一》呢？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。但係預告片出咗一日咧，得8200個 view，可能係因為俾其他 channel 咧分咗唔少嘅 view，但係情況咧都有啲令人擔心。有興趣嘅觀眾咧，就可以去資訊欄咧撳下連結入去，或者留言講下你嘅感受。順帶一提，今條預告片《寒戰1、2》嘅重要角色咧就冇出現嘅。